世界萬航台攏佇咱台灣新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吳平辰。你最近敢有注意到，即賣老師後人會跳樓自殺，老師化工愈來愈歹做，學生拍老師的案例是增加中。重點毋那是教學現場出了狀況，老師的職業環境安全是安怎來兼顧？咱今仔日到底來討論。來，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理事長郝俊良。主持人好，各位來賓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是關注教育議題的青年少年人，伊嘛做過學校內面的輔助教師朱玉賢。主持人好，各位來賓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全國代理以及代課教師工會理事長吳湘仙。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國教行動聯盟常務理事張文昌。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咱來看賣，在社群平台呢，最近流行有幾啊這個影像，就是國小高年級的這個高年級的這個學生甲老師兩人相兩的影片。台北市嘛有一個國小傳出了學生長期性的佇學校失課，那麼學校完全無能為力。台北市國小學生家長聯合會就指出，只要一個囡仔有狀況，就會影響到其他囡仔的受教權。不過，即賣老師無啥物管教權，那麼中央應該愛定了準則，幸福老師部分的管教權利。 교권군 학생들과 싸우려는 게 아닙니다. 괴물들과 싸우려는 겁니다. 韓國體育教育描寫學園衝突甲教育體制，用極端手段整頓學園亂象，佇網絡引起袂少討論。除了教育現場的委屈，最近的事件也讓教育工作者對這出局特別有感覺。高雄頂一陣仔就有國小老師咧後來行底路，雖然無清楚原因，學校也講無開過校事會議，不過網絡頂懸出現真儕風聲。台北也爆出國小學生有偏差的行為，十屆校安通報攏無效，互外界關心教師壓力排解家庭教育甲校事會議的改革。以前是8成進去，那現在是2成進入，然後有一部分進入考核，他就沒有進入校事會議啊。那 整個量的投訴呢，也比去年同期平均大概少了一半。其實為了減少學園濫訴甲小案大班，教育部今年2月修正校事會議相關辦法，無要受理無名的檢舉。教育部處長周廖萬堅表示，新制上路已經有減少濫訴，只是教育環境愈來愈艱難。台北市國小學生家長聯合會總會長區元僕講，有和教師團體討論，應該恢復教師一部分的管教權。 我們不是要走回頭路，說要讓老師又恢復體罰，這種就是比較威權式的管教方式。家長可以允許的範圍上，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做出一個共同的一個嚴厲方案，讓整個校園恢復到就是說，不要為了少數人而去讓多數人去受到損害他的教育權。家長團體表示，還好老師部分的管教權，也呼籲家長愛尊重教育專業，學園才袂變做公堂，甚至是戰場。安怎讓家長、老師甲學生重新信任，化解對立，甲老師的教育熱情找倒轉來，也考驗學校甲政府的智慧。記者綜合報道。 你看到觀眾朋友，你看到阮的新聞報道吼，你就知講，咱這點鐘唔是要來講哦，老師即擺足可憐，足可憐，安尼。即擺要來講，一個教學現場應該愛回歸到講，學生囡仔好好啊學習，老師會當安心來教冊。安怎是一個解放？其實啊，你睇看到這個影像吼，內面還佫有即擺真出名，大家真愛看鐵拳。 哦，這就是這韓國的電影，實在播到吼有淡薄仔傷鹹，但是大家看了真爽。哦，安怎感覺講，這個有替我出一口氣，還是講哦，安尼對，那是對的問題，是講哦，安尼也是會使哦。但是咱轉來看，咱即馬台灣的現場吼，2025年6月份，台中一個私立學校2名高一的學生埋伏佇便所。 野雞軍啊，攻擊老師。2025 9月份，
家人的國中，老師講，你囡仔你莫食薰，去學生仔拍上去。2025年11月，台北市的國中啊，老師向立委來投訴，講吼，我苦勸學生仔去用拍，哦，啊2026 3月份，台北市有一個國小學生摕着家刀來攻擊師生啦，老師嚴傷提告。另外，2026年的5月份，宜蘭的國小老師把學生的刀啊搬去到港台來管教，學生囡仔不滿意 ，MBR 彈着，結果吼，MBR 內面煙鬼啊，走出來，佢刺傷着。5月份就是我他講，老師墜樓身亡啊，啊外界才來開始看，啊這唔是單一的事件，而且吼，顯然有這個增加的趨勢。過去一定也有，但是我唔是講啊，這是少數還是多數，是即馬現主時教學現場的這個情形。啊，2026年的6月份，台北市的國小哦，這還佫唔是講啥物？你掠做講這是草地所在，吼，這個都市都會地區哦。6年的學生去校安通報10擺，追蹤機制吼，煞攏無去。我要先請吼，咱理事長來講吼，因為咱咱也有討論過，即擺目前老師，一旦有拄到學生安怎拄安怎，伊的申訴的管道目前有偌濟？有啥物管道佇個？老師的申訴的管道啊，一般來講啦，吼，拄到安尼的代志吼，老師無法度去對上去做申訴啦。無申訴的管道啦，因為畢竟講你這是師生之間的一個衝突嘛。那外界吼，大家攏感覺講老師你就是要去解決問題，你就是無所不能，你哪有可能去互囡仔安尼對待安尼？這也就是講。伊假設講老師你的權威較重，啊學生囡仔你就是較有權利的人，你哪會來投訴？啊你就愛家己處理就好。是啊，所以無這個申訴的機制啦，有可能是甲學校的教務處還是校務處嘛，講這個囡仔有安尼狀況，可能愛加強去做處理，啊叫家長才來講者安尼，咱無法度除非講伊有造成人身的一寡傷害，我老師要甲你提告訴哦。但是一般的老師袂安尼去做啦，伊會感覺講學生我就是愛教嘛，我哪有可能去告學生啊？除非講真正擋袂掉，迄是足少的。其實咱看這個案例是足少的，所以咱即擺咧講，毋是講要恢復老師的迄個管教權啦，因為咱即擺是感覺講愛保護老師。那真正有需要的時候，你要有一個老師支撐的力量，這個力量無佇迄個現場有安尼迄個，咱有看到這個物件。個現場即馬看到，其實主持人他講的這個案件吼，我會當講啦吼，他每一檔攏每一工攏佇全國所有的校園內底加減有發生，只是講敢有講向報出來安尼，有遐嚴重無安尼？因為迄囡仔伊若講伊的本身伊的情緒啦吼，還是伊對迄個老師的管教比較不服管教的家吼，其實每一工伊攏會借由各種不斷的一個事端去呈現出來，這個物件其實攏無人了解啊，所以足儕長期的情緒性的，我無法度去解決這個問題，然後影響到其他囡仔的教育的權利。其實即馬是阮上煩惱是安尼，多數的囡仔攏原來受害，咱嘛是要保護這個囡仔的受教權啊。這個可能情緒啊各方面有問題的囡仔，咱嘛是要甲保護啊。嘛是愛甲輔導啊，但是我老師無法度一個人搬兩個身份安尼啊。佇課堂上，我要處理這個少數的囡仔，佮要照顧多數的囡仔，其實即擺的困境就佇遮，所以這個物件你就會造成老師現場迄個教育工作者的壓力啊。迄個韓國迄個鐵拳，迄個教育迄個影片吼，其實毋是單老師感覺有迄個感覺，所有包括家長。其實伊會引起大家的注意，就是講所有的人，只要你若跟教育有接觸的，攏加減佇內底會看到一寡學校即擺現在迄個影子，所以伊有迄個感受啊，毋是單老師呢，我想包括家長、包括學生，攏有迄個感受。咱這輪吼，咱先來講問題
迄情感，恁各自認為的所在啦吼。啊，雖然再是講，這個解封是安怎？吼，玉賢吼，你做過這個輔助老師，這個角色是啥物物件？也許有真濟人啊，佫唔知影講校園內面有這種物件。輔助教師就是佇咧國小內底啊，有即個有一寡較特別的學生啊，因咧課後因可能會互學校，就是講去問因講，比如講你是中低收入戶的，還是安怎？你有需要講即個服務無？就是學校，咱公立學校有一寡就是有一個制度講，互遮個學生會使留咧學校啊，有請遮個老師去教。遮個學生啊，1對4，我迄個時陣拄着的狀況是一個人過世的，一個人過世的啊，迄個學生就是可能較特殊，比如講我有一個學生伊有迄個 ADHD， 所以伊就固定愛食藥啊安尼。但是學生其實有時陣伊嘛毋是攏講足愛食藥啊，伊會比如講伊會甲伊講伊無愛食啥物啊，有時陣可能你看伊可能真正需要有一寡狀況的時陣，你嘛是愛可能騙伊食，還是安怎甲講。啊，你這可能你有需要，因為你的家長講愛互你食這藥啊，你無法度，咱需要去做安尼代志安尼。但是迄個時陣我咧做輔助教師的時陣，因為我教的囡仔是較細漢的，所以我就感受到講，因為迄毋是足長的一段時間，我做學生的時間當然嘛比我做老師的時間長足濟，所以我當然嘛是講較濟我家己做學生的經驗啦。但是迄段時間我就感受到講。其實遮個老師因需要去開足大的心力去陪伴遮個學生，尤其是較特殊的學生。啊，咱嘛看到講足個案例，就是親像拄仔老師講的講，一個學生伊可能有一寡狀況佇咧一個教室內底，但是伊就會影響到可能即馬20-30個學生安尼。但是我想即馬上大的問題是講，因為做一個一般的學生來講，因會影響到因的受教權嘛。這影響到因的受教權的時陣，咱做學生的上主要、上重要的代志，就是學習。咧學校內底，我敢有法度真正學到物件。但是如果若是像拄仔老師咧講的，講即馬學校老師攏是一寡即種防衛性的教育，伊毋敢真正去教你一寡。現在你要互觀眾朋友了解什麼叫防衛性的教育啊？防衛性的教育，就若像講，咱講有一寡醫生啊，因為因毋著先研究無傷身體，才研究有效。無問題，就是先研究要安怎無愛互學生過，較來教講我要安怎去教學生，對。啊，這就影響到講咱學生的受教權啊，就變做講我可能有個老師就若像毋是真心咧甲你交流，甲你教，伊佫較濟心力是放咧講。我是要安怎去保護我家己？你離開學校偌久啊？我舊年大學畢業，所以我其實算是。而且不久進前呢。對，做學生的時間。我問你吼，你大學的時陣有這種現象無？大學其實較無，較坦白，因為大家攏是大人大種啊嘛。你大人大種啊，你學生要學無愛學，迄是你家己的代志。所以老師是安尼放放。嘛毋是放放，老師就教伊應該愛教的物件。啊，你要學無愛學。迄是你的代志，你個人的代志。人講個人做。啊，若高中若高中有法度安尼無？哦，高中就愛看，有的老師會較嚴格，有的老師會感覺講我就是。啊，如果安尼啦，如果若高中的老師就講，你個人作業個人擔哦，我無管遐濟哦，你要學習，你要趴去困，你要創啥？迄恁兜的代志。對，有的。我補充，因為大學生吼。伊若無要學，我頂多我就趴佇遐困嘛，而且安那呢？啊，但是高中還是國中生吼，伊會巔峰型，你知無？哦。佇迄個課堂頂懸吼，會嗆老師，會嗆老師，會做迄個，所以伊會去影響別人。啊，大學生袂啊，大學生你要食泡麵啊，你要啥你家己的代志啊，你袂去影響到老師的教學。啊，但是高中以下都有可能。我是講高中生可能即馬較大漢的學生會較還好。我想到過去一個。古早歌啦，13、14點頭髒遐有公公啊，但就是講有公公啊。國中生就真正有較有這種狀況，我感覺迄是真正人有少一個詞啊，較前陣啊較流行，即馬嘛較少人咧講，但是咧罵人的時候會講叫做中二啊，國語講中二，中二啦，中二啊，就是講一個人伊若像
一個國中2年的學生同款幼稚，啊，佫愛顛風性。我想有的學生就真正有安尼的狀況，啊，這嘛是的確影響着老師的教學，啊，而且影響着學生的學習。對，我看大家當初踮喺一個環境內面，所以變做安尼無法度。因為咱足儕時陣都愛變做講愛去體諒這個學生，啊，但是講實在話，咱嘛需要互伊有受教權，毋是所有的人的受教權攏是平等的，但是嘛是愛就是去想出一個制度。我想這嘛是咱今日坐咧遮上重要的重點，就是要安怎用制度性、用法律性的方式去互所有人的受教權，甲所有人的教育因的工作權會使受到保障。安尼我要請吼理事長吼，老師，你也閣毋是你也閣是代課老師，啊，代課老師毋就真濟學生無咧甲你訓導。有安尼很現象啦啊。剛補充一下，大學它有分數的，就是影響，他會拿不到學分。但是國中小、高中，我沒有辦法叫他離開學校，如果他不服管教。這個是我覺得目前現在在現場，通常導師或是任課老師在課堂看到這些學生不受管教的時候，他會尋求學務處的協助。可是如果他還是實質很不受控的話，學務處並不能要求他離開。無工具啦。嘿，伊袂使叫伊賣來，袂使，學校即馬袂使。因為是義務教育。嘿，伊講迄是迄個受教權，不過伊佇遐足差的時陣。啊，其他學生就沒法無法到上課，那其他23個學生的受教權呢？這個也是一個非常。老師，你在教現場，你敢有實際上拄到這種學生？我較少，嘛是有。你攏春風化雨了，對吧？我比較幸運，而且還有一個現象是，現在的數位發展，我覺得在小朋友的青少年時期，我覺得有在降低，所以5、6年級以前可能在國中端的時候，有的這種情緒的變成小學生就開始了。對，這次這個高雄的事件，它的很核心就是因為有老師有來跟我就是分享，他們學校老師，他們學校就有大概2個班級的小孩，就是非常的不受管教，然後在學校老師是沒有工具可以就是。完全手頭無工具，全校老師都很用力的想要管教他們班跟輔導他們班，但是完全沒有工具。那加上他們學校又常常一直被投訴，所以就變成一個結構。就像投訴，家長會投訴老師講管修嚴吶，啊你講話會影響到我小孩的身心，然後這老師就要被送到調查的部分。所以這就是3方面的代誌呢。基本上。我想要講的是，這個天平來說，假如單一事件，如果是學生打老師，老師是沒有管道可以，他除了訴諸法律、民事、刑事，但是學生如果是反過來，老師打學生的話，他就會被校事會議調查，甚至是有可能會失去工作。這個天平是不平衡的，就是尤其是老師的行為會被放大非常非常多，但是反而是學生對老師的這個。我覺得言語暴力啊、行為暴力或等等的都沒有辦法去受到控制。無多老師的讀聖賢書啊，做聖賢人啊。好，感謝你過來，咱張理事。我本身是27年的老師退休，好啊，我即馬是學校的家長會長，好，所以我身份對兩種身份對。好，咱來看即馬的問題吼。即馬學校誒，霸凌吼，這通報吼，即馬舊年吼是4307件，吼，其中46%是國小的，吼啊，你看國小愈來愈多，吼，國小愈來愈多，這就是即馬的狀況，就剛頭拄啊吳老師講的，好啊，即馬咧通報吼，過去幾年吼，你看。2021年甲2025年這4年加3倍，通報加3倍。不過確定是霸凌事件是個減，為252件減變做239件。啊，迄寡無成立的迄寡案件，敢愛處理，趕快是愛處理。所以你看即擺的問題是啥物？
就是傷濟，足濟案，足濟通報，足濟案學校愛處理，老師愛處理，哦，愛去說明，愛去解說，哦，學校行政，哦，即個主任、組長哦，愛去處理，哦，足濟案件愛處理，所以阮講這叫做小案大辦，吼，伊實際上後面，大家老師會達到那個解聘的，吼，敢若26件，所以這幾有千件裡面，敢若26件，最後是那個老師解聘，所以嚴重的其實在裡面是真少，吼，不過這較輕微的學校愛安處理，以前的學校就是出來講啊，啊，即馬學校，即馬什麼制度就去通報，吼，去申訴，去通報，吼，啊，學校就愛照這程序，吼，就愛處理，吼，所以即馬問題安尼增加老師真大的無迄款行政負擔，吼，負擔。哦，我像咪這嘛來告啊，迄個來告，啊，我愛解說，啊，好，真對案好，上後尾是無代志，毋過迄過程的真足煩的，啊壓力足大的，哦，我看到即擺的問題就是安尼。老師，你即擺是老師的立場咧講嘛？如果你倆家長咧，你如果倆家長，他都係幫啊，你要安怎講？學生主要有權利有叫損害啊。家長當然愛提出來講，啊我感覺學校裡面上重要一個角色叫做導師，就是我班上我有代誌，班上什麼無關係什麼數學啊、英文啊什麼課，學生咧反映哦，我在上課發生什麼狀況，我咯老師講的攏聽無呢，吼安怎啊？阮家長第一個會使反映的是導師，啊導師有辦法去處理無？導師有辦法去甲這個老師，或者是英文老師、還是數學老師，甲伊講，阮即馬同學吼，班上的學生，吼家長有反映講，哦，老師敢若上緊，吼，即大家攏聽無，吼，啊老師就講，哦，我知影，我上較慢的，吼，所以導師這個角色真重要，愛加強，對。啊，老師，啊，如果若是每一個學校每一班攏加一個導師，這敢是一個解放？來看狀況，哈，有的學校我知影有的私立的學校，他一個班就會配兩個嘛，對。啊，還有一個導師是無管應該除伊去上課，無剩的時間，伊攏坐喺後邊。攏處理啊？對，伊攏坐喺教室後邊，你攏知影班上哦，即馬上課安怎攏知影。啊，這就是上後尾手段用人海戰術。你加請一個導師吼，倒不如降低班級人數啦。哦，迄個班級的因素吼用得少。啊，你安尼是毋是？但是一班就變多人啊，一班變少人啊，一班變少人，一班變少。啊，老師嘛是愛聘濟啊，對，啊，同款意思嘛。因為你若兩個佇遐，其實變哪分配吼，我那是一個。哦，分配春家。我一班30個人變兩班，一班攏各15個人安尼。啊，安尼嘛是甲拄仔主持人講的共款，就請2個老師嘛，對無？但本來請一個老師顧30個人。老師較會顧會掉啊。對啊。都親像我拄仔講的，迄一個顧4個，迄就較顧會掉。但是一個若是顧40個，迄就代誌就大條啊。但是我安尼聽落來，我感覺這個問題唔那是師生比的這個問題安尼吼。在我來看吼，老師攏讀聖賢書啊，做聖賢人吶，吼，像阮老爸老母以前啊去菜市啊行一陣啊，雙手攏摕着雞啊、肉菜啦，攏摕轉來，吼。啊，但是即馬無啊啦，即馬攏無啊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講，那麼這個民主時代啊，而且這是全球性的問題哦。哦，咱頭看到迄新聞內面講，迄個韓國出的這個體權教育，迄在40幾個國家內面攏排行第一的，大家真愛看啊。啊，這個問題就是這全球性的問題之下，我有去特別去找哦。有的國家吼用什麼方式？雖然咱即擺咧推出第三方啦，吼，即擺第二方問哦，第三方介入，目前其實咱即擺是有哦，但是而且呢個校事會議咧，我所有的意思說，校事會議要有1/2校外的嘛，吼，啊有人講，因遐唔捌啊，攏唔捌，攏用法律來解決，唔捌阮校即個校現場的，
那有誒是為規期攏移去到縣市政府，甚至是中央來處理哦，也有這種。啊，有誒是安尼，像加拿大啦、澳洲啦、較英國誒吼，因攏安怎？規期我甲你當作勞工，吼，勞動檢查、勞動誒衛生甲安全，我毋知影，何理事長你安怎看？我是真同意講主持人講第三方的介入，但是伊個介入吼，阮的想法毋是去調查，其實咱即馬是攏一直咧調查這個代志。第三方的介入是去幫助調處，去幫助這個囡仔，就像那迄個玉賢講的，這個囡仔伊嘛有伊個受教權，啊，我是毋是還有一個人來協助，甲這個囡仔，因為伊可能無適應團體，還是感謝老師已經起衝突啦，但是我閣要保護伊個迄個學習權。愛有一個人甲伊離開伊嘛是愛有迄個學習權，愛有去遐學習。除了輔導外，他的一個學業的部分愛去做處理。啊，另外這個學校，這個班級的囡仔，還是老師的心態嘛愛照顧。所以第三方的介入應該是去協助啦，去支撐這個。咱即擺就是講目前的校事會議啥，就是年代攏要去調查，甲當作案件，毋是甲當作這是一個教學衝突，這個衝突。咱是要去遐調查清楚，毋是要去協助。這個美甲要安怎掠？我嘛愛先理解到事實嘛。對。啊，做理解到事實，我若口氣較重，你就認為我咧調查。啊，我若咧甲恁瞧，較無合理的意，你就認為講我咧甲恁硬拗。足簡單，伊的目標是啥？我今仔介入的目標是要解決你的問題，毋是要講，毋是要去調查講送對送毋對，哦，啊要甲你處罰。我講目的啦，咱若真正要第三方介入，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啊，解決這個問題，你就是要互老師支撐，啊，迄個學生才會得到幫助安尼。啊，後壁講真正鬧毋對，另外處理嘛。啊，其實你是愛先解決這個問題。其實即馬現場為啥大家遮已經無信任，就是你逐項代志，你就是講行法律，就可以講行法律，啊，就是要問送對送毋對，啊，做一個決定，毋是要去解決問題啊。其實你看足濟調查送入了，啊調查一兩冬了，攏無代志，攏無代志。伊只是講證明講伊無代志安尼啊。但是迄個問題敢存在？問題嘛存在啊。囡仔無要學，囡仔佇遐咧繼續亂呢，這個解決無解決啦。所以咱看，所以我講目的性啦。第三方介入的目的性是啥物貨？你若講是要解決這個現場的衝突，我感覺是會當行落去啦。啊無，咱私底下佇遐講，真正即馬無解啊！你不管安怎去調，要安怎去調查，我感覺你若講，我剛才想講，這第三方也著愛白面，也閣愛黑面。哇，這第三方其個機構應該是不止遐大，對啊，而且愛沾負責，啊，閣有人去學校記者，一方面啊顧家長的團體，一方面啊學生囡仔，一方面啊閣教育官僚，我毋知影。有現你安怎看呢？其實我拄仔就想到講有兩件代志是現階段上主要的重點，一個是咱的學生的輔導，包括講我認為講其實老師嘛需要輔導，就是這個輔導毋是講就是真正去講愛教因講愛安怎，更加多的是咱講的心理的支持，包括講我前陣過去讀大學的時陣，學校內底都有這種心理師啊，家己。有這種晤談的機會啊，但是咱的老師也是講，我前甚至我前去做兵營內底嘛有迄個晤談的機制，但是迄到底有效無效，迄就是就大家攏知影，就是安尼。但是教師來講，咱可能嘛是會使去建立一個，比如講以教師為主體，就是專門咧予老師的心理支持，包括講咱的學生老師的老師。張老師，老師的張老師，老師的張老師，因為這個人其實這個老師因是需要一寡輔導甲支持的，不管講啥是對的，還是啥是唔對的。今日就算伊是對的，但是伊拄到這款的代志，伊嘛是會有足大的影響。比如講，伊可能對家己無信心嘛，伊感覺講我的教育是攏即馬我拄仔講的，以弘毅性的教育為主，我無愛過去甲我的學生有，你講啥真心換絕情嘛？啊，若是講我即馬就無愛用真心去對待我的學生，我就是講大家要安怎講表面安尼啦，安尼就無這種教育的這種
上一開始的迄種熱情啊，伊就咱講互消磨去啊，消磨去啊。啊，第二部分是講，我認為拄仔嘛有咱隔壁的這位老師有講到，老師有講到，伊講因為網絡的關係，實際上即馬有愈來愈濟學生，因其實是愈來愈扎實。比如講，我即馬其實有咧教國小的英語的家教，啊，迄個學生我為4年啊教到即馬6年啊，其實伊即馬6年啊，但是伊可能看起來哪像是國中生的迄種感覺，但是伊有一種我感覺是講囡仔心，但是大人面。就是因為可能網絡看者啊，是安怎，我感覺即擺囡仔看起來特別優秀，就是特別心思特別濟迄種感覺。心思定定哦。對，心思定定啊，就是有足儕時間，可能是你網絡物件看濟，還是安怎，你其實會有足大的，就是講我哪像講我已經大漢的迄種感覺。但是實際上伊閣是囡仔，但是有誒都是會演變做講，當然嘛是迄是一寡較特別的狀況。你認為這種在學校的學習的現場？教育的現場、教學的現場有產生什麼影響？就是親像講拄仔咱看到的嘛，就是有足儕這種暴力的事件嘛。但是這種暴力的事件，伊畢竟是少數。但是當遮的人，伊去影響到，比如講整體的教室的狀況，甚至講你講囡仔較早熟會有啥物狀況？比如講囡仔伊去思考的時陣，伊無親像講你看到一般的可能較早，咱對學生、對國小生的想法是講，因可能想要去佚佗，想要去耍，想要出去跑跑跳跳，還是安怎？但是即馬就會變做講，伊佫較濟是伊想要看網絡上的物件，啊看足儕影片，啊這影片佫會轉來去影響到囡仔，伊佫較早去變做講，哪像伊想要學大人共款的模樣都。親像講，可能我家己少年的時陣，可能我即馬嘛足少年的，但是我佫較細漢，應該講我細漢的時陣，我最想要做大人的。但是即馬做大人以後，發現講，其實做囡仔、做學生是足幸福的一件代誌。但是足儕學生伊即馬就變做講，伊咧學校內底，但是伊的重心毋是咧教育，伊毋是咧學物件，伊佫較濟代誌，佫較濟時陣，伊咧學校內底，伊有的人可能，親像咱拄仔講到的一寡案件，伊可能會有，比如講咱學校內底，其實有一寡有的狀況是講咱有毒品的狀況，咱有即個一寡講拉幫結派迄種狀況，這其實，所以我安尼聽起來，你敢有贊成他校理事長所講，第三方的調處？是咧調處要解決問題，要解決學生會當好好啊學習的這個問題，你認為呢？我是感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向，就是講這個第三方的團體伊入來學校內底，伊不應該是以講我想要調查真相這件代誌，當然真相嘛最重要，但是善惡這件代誌伊毋是絕對的，你嘛毋知影講要安怎去。判斷你判斷的標準，當然咱愛設一個標準，講佇咧啥物狀況之下有一寡天條，你是無可能。比如講你拍學生啊，還是安怎，迄一寡物件是你學生你做了，你做啊了後，你就是不適任的教師嘛。但是有的物件是，比如講可能當然是口角可以衝突，還是安怎，這種物件比起咱去講咱要停發相，上重要的是要安怎？架起一個網啊，互老師甲學生攏會使安心佇咧學校內底，會使你學生會使受教育，老師會使你有一個完整的工作權，互家己會使你去透過着教遮個囡仔去得到家己合理的報酬甲合理的尊嚴。我先來問吳老師吼，吳老師你睇下講，即高中還是國中國小的老師手頭攏無工具啊，你認為這個工具應該是啥物？哦，即馬拄則迄主持人講迄第三方調查，我是安尼想啦。即馬的校事會議啊，伊調查是咧學校做，啊叫老師迄行政來做，啊攏是家己人啊。啊，我家己是同事。有一半愛校外啊。嘿，啊，不過行政流程是學校老師跟校長去主持。啊，講實在，阮的是同事，啊，阮原來是朋友。啊，不過我要家己調查，啊，到最後無代誌。不過他在這個過程會不會覺得我針對他？然後在那個校園內的
我們是同事，我們應該合作。可是我現在把這個制度放在學校去執行，啊，大家攏兼的啦。嘿，我每天就在看說，你有沒有做錯什麼？你有沒有做錯什麼？就是那个学校的合作的氛圍就被這樣子破壞了。那其實調查組織，夠嚴哦。嘿，今嘛就這老師就是會受傷的過程，就是覺得在同事跟同事之間已經就在被分裂。可是通常在國外的調查組織，它是第三，就它應該獨立處在外。那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層面是，我現在學校的行政為了執行這些調查，我沒有其他成本去好好做學校該做學校維運的行政成本，這也是一種壓縮。那到底該怎麼解決？其實最近應該說這個事件啊，已經是台灣1年內第4個老師在學校自殺，這是就嚴重。所以阮厝的資料還佫欠咯。嘿，第一，舊年在迄新北市甲台北市迄是一個代理老師，伊嘛是佇學校跳來，啊，佫一個去年12月一個新竹縣的老師也從那邊跳下來，再來才是高雄市。那這些老師其實我去追蹤調查啦，是有足儕原因，伊是生教組長，也佇收單，啊，佇台北市是代理老師，然後佫有一個這南投縣的代理老師，叫好像濫訴，伊嘛是佇遮處自殺，啊，佫來舊年的新竹縣的老師，伊嘛是自殺，佇學校跳來，啊，我是啊。自殺台灣這麼多自殺，其實不是第一個教師自殺不是現象。為什麼會有鐵拳教育這個劇呢？其實是因為韓國在之前也發生過100個老師自殺，一自殺完之後，偌久的時間內面100個？108，大概好像是10年內10年之間100個老師。那後來在2023年。韓國國會就通過了教權釋法，去提升保護老師告權的重要性。因為告權訴法，一起去調查，啊，因做這代誌的，因為因去發現，他們去調查之後發現，老師在教學的過程當中，就像影劇裡面來說，他一直被投訴，他一直解釋的那個壓力一過不去，就自殺就是啊。在首爾因做啥物代誌？一屆，他全面換全國首爾的學校電話可以錄音，因為他怕家長打電話。第二，你若是要來學校，甲老師講代誌，家長，你愛預約掛號。嘿，你要掛號，你不是講來就來啊。後來是各位在諮詢室，有專門的諮詢室來做這件代誌。這是，我就覺得這是在物理上跟硬體上可以先做到保護。啊，這咱台灣敢有適用？我是覺得有機會跟必要性。為什麼我會講這個呢？在台灣來說好了，我們說韓國，我剛剛講了，韓國它是要預約要錄音嘛，但是台灣不是台灣是隨便老師都會在給家長。基本上攏直接來吧。直接來啊，直接各叫你要學啊。台灣是什麼？台灣是家長可以直接走進學校去罵老師、罵學生。這是最近的判決。有個判決是家長走到學校去罵他、打他們小孩的紛爭，一起去罵那個小孩，啊，判決出來說無罪。那還有，其實，在那個國小的很多也有反映說，家長直接去學校罵老師，那這樣老師，恭喜在老師的課很滿，根本沒有時間去處理這個。那要怎麼好好的坐下來處理學生的紛爭？我覺得在學校端，再或者在教育局處端，它有不同層級可以先做的事情。可是韓國在2023年已經在做這件事情了。那我這邊台灣老師講啊，我們就想要之前那貢球比賽嘛，我們很想要贏韓國。這邊台灣老師講，我們就想要贏韓國。韓國是用這麼大的成本跟資源在保護老師，但台灣不是。但台灣現在這個惡化的現象已經跟韓國一樣了。但是我們的老師，我跟你請教一句哈，你有同意校理事長啥所講第三方的介入是為着要來調處，唔那是為着調查着真相，要依着雙方面老師啊安心教冊，學生囡仔好啊學習為前提。我認同，我認同李理事長講的，但它還有不同層級。就是第一個是在，比如說我們今天車禍，
有人的地方就有紛爭，學校就是一個小型社會的地方。我車禍的時候，我都需要有車禍調解嘛，或者是我們公所有些，比如說我跟他借錢，他沒有還，都有那種公所調解處。學校跟台灣一個整個教育體系都要開始思考，要有這個可以在學校第一現場端做調處的這個機制，然後是有旁邊的人來做調處的機制。以前是在學務處嘛，假如2個學生吵架，我們先來調，調不好，然後再來到這個機制，再到這個層級。但還是真的不行的話，就必須還是得有第三方真正的就是調查的過程。但是台灣目前這個校事會議調查過程有非常多的瑕疵，就是第一個就是比如說我舉個例好了，像在台南有一個謝姓老師，他被濫訴，一個家長不爽這個老師，他就去投訴他。那他就必須離開他的班級，踢開導師嘛。那後來他23個同學的家長就不爽啊，就說為什麼我要換導師？因為你一個不爽。然後後來他濫訴40幾項，裡面只成立勉勉強強成立4項。那個老師問那個調查委員說，為什麼要成立這4項？他說家長投訴你40幾項，我不成立給1、2項給家長看。然後後來他還是記他申訴。那個調查是學校的同事。不是學校的同事加外聘委員。這我要補充，因為迄是台南發生的代志。阮台南的工會，那有介入去協助啦，2檔。家長一開始因為講聯絡部吼，老師寫一個講，你的說話可能是愛去加強練習咯，安尼哦。安尼爾。安尼甲囡仔講，要甲講，你要加強練習，家長就袂爽啊，就開始找老師的麻煩，投訴40幾項，阮就陪伊去一一去做處理。調查2檔了，攏無代誌。但是家長一直感覺講，你一定要有好代誌，所以學校就迄個壓力之下吼，甲記一個申誡，尾仔找4項，勉強找4項，甲記一個申誡，伊去行政訴訟，行政訴訟即擺贏，法官講你袂當安尼共處理，這個老師2檔好烏龍安尼，真正是。不只是老師啦，學校班級，他整個班級的管理。那23個學生的受教權，所以我才說整個過程當中只有1人不滿，侵害了23個人的受教權，學校的行政也白忙，司法資源也浪費。這個例是真極端還是真普遍？就普遍，就普遍。今嘛，我各位才講一個，在新地香山國小代理老師，還是我的，伊嘛是去互人不負管教，一個小孩太皮，要把他叫到旁邊坐，嘛是去投訴。投訴以後，調查過程當中，學生都說只有罰站1整節課，一節課，但是在調查委員竟然寫他被罰站1整天，然後後來他被記過，也被就是他3年這個代理教師沒有工作，他也是去打行政訴訟，結果法官一調那個問卷來調，他說你這個跟事實不符啊。可是，在翻盤的過程當中，這些老師，迄個代課老師，迄幾檔攏無頭路通好食，無頭路無錢啊。都是安尼今嘛法官也判決說，你這個就是有瑕疵的問題啊。所以其實這幾年，因為校事會議的制度從2021年到今年已經2026，是已經5年了。我們剛剛為了這個題目討論了講10擺。對啊，所以但其實有一個現象是，可以看到這個是自殺率，這是一個台師大的教授整理的，在國小的老師自殺自傷，他其實在這2年內有很大急劇的上升，也就是說，這個東西的體制它有帶來老師們的很大型的壓力跟狀態。來，刁老師，好，我這邊看到就是講吼，這校事會議吼，這個小案代辦的問題吼，這第三方怎啊禮拜上重要的愛做這項代志，迄寡90%以上的這寡無嚴重的事件的。互伊去調解就好啊，免用即寡校事會議安尼，遮嚴格即個法律的即個程序吼，去處理吼，這個會使降低真濟老師的這個壓力。那有的團體就感覺講第三方都無內行，代表亂調查，得來加亂呢？你敢唔同意？看找什麼人啊？像阮這款的應該就了解學校的。即擺大部分攏唔是找恁這款人哦，攏可能攏找律師啊、教授啊，可能無啥了解學校的狀況，無一定。所以問題唔是這個第三方的這個機制是找什麼人，是安尼嗎？
對。而且這個前提要放好清楚，就是講我是要來調處的，吼真相是重要，無毋對。但是我來調處，互學生甲老師會當順時在學校的教學環境。對。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講吼，頭拄啊幾位嘛，都有講到，老師真濟老師是需要幫助，好。即嘛吼，阮最近也發現一個迄個學生輔導學生輔導法，好，這個學生輔導法是在2024年的12月18號，好，今年啊，去年前年的12月18號通過，內面的第11條就是講要增加迄個專任輔導人員，好，專任輔導人員是啥物？就是心理師甲社工師，這真重要嘞，因為我學校、我老師學校，我發現這個學生有問題，真多是伊背後的家庭的問題，真多學校無辦法，需要這心理師、社工師去了解伊的家庭的問題，去互伊幫助。好，這個會使解決老師一寡問題。所以周老師，愛導師愛增加，吼是無就貼班，吼這一個，心理師甲社工師，那些資源攏一擺。安尼算起來，侯理事長，安尼學校愛上無愛起碼加一半啦，這個學校不管是行政老師，看你要安怎算，那加超一半的人哦。其實哦，你若真正縣市政府想要做，應該有一組人啦，一組人，無一定講你逐工會發生安尼嘛，你應該機動，比如講各區安尼，無一定講一定愛佇這個學校內底，因為你話迄個班級數少的啊，根本也無啥問題，你底下人無意思啊，所以應該是機動性的處理。我要講，在陣黃理事長講的迄個代志哦，就是玉賢咧講的。防禦性教學就是啊，你像迄個謝老師，因為我有合作這個個案，因為阮台南有合作。你像這個老師以後剛剛去考坑囡仔，你說話愛加強哦啥？伊剛剛安尼做，伊這邊講，伊足濟的時陣我攏無愛講，因為我你考甲真好，你考甲真好，這就是防禦性的。你若考較加一分啊，安尼就好。唔知對一條筋啊去關着家長吼，你唔知影伊的想法啦。你啊，一旦安尼時陣，上好老師會感覺我較保守的嘛，我唔敢黑白去講啦。若要講的時陣，攏都愛做斟酌安尼。要斟酌的過程當中，我乾脆不講，因為不講我也沒事啊。所以這個東西等於講預先來講防禦性教學。老師如果積極性去做處理，對囡仔的學習一定有一寡幫助。但是這時陣伊就愛冒迄個風險。你若無互老師解決這個問題，我感覺這無解啊。因為你嘛袂當講老師唔對啊。我嘛愛先甲我家己保護咧，好，我唔只會當教冊啊。你制度若無保護我的時陣，我免哪去迄個放開手腳去做處理。其實即擺這個問題是佇遮。理事長，你敢唔同意他當理事長所主張的講，咱學韓國啊，這60幾億個投資啊，教師的這個素養。內面要保障教師的這個權益啊，如出這般啊呢？這阮就是一直在爭取啦。阮一直感覺講老師的保護，你要在法律裡面去訂定。另外家長的課餘責任，其實家長才愛負責任，因為學校的教育吼，無家長才愛協助。其實像主持人來講，咱以前為啥對學校遐重視？就是講，咱家長佇厝裡是支持學校的啊。老師講的物件。得來咱家家長，對啊，咱家長擱甲讚聲落去啊，所以咱就有迄個家庭的支持的力量。但是阮即擺感覺講，這個力量吼，愈來愈弱哦所以怎麼樣重拾這個家庭支持的力量哦，也是後面修法的過程當中大家要去思考的啦。修啊，這修是真簡單啦，有現在。周老師來，好，阮嘛是。支持吼家長的責任愛立法啦，吼法律愛明定講家長有啥物款的責任，好，這愛更加嚴格或更加明確，吼。另外一段就是講，親像講愛來抽號碼牌，愛安怎安尼？就是學生我的囡仔在學校有發生啥物代誌，
看情況的家長有啥物款的責任，愛清楚。家長就愛去盡這個責任，這是應該吼。哦，是啊，葉玉賢嘿。我是感覺講，包括遮有足儕遮個老師的前輩，因其實攏講着講，袂使互老師即馬教找哪像咧搶死共款。就是我今日運氣好，我拄着一個較好的班級內底攏無種咱講較有問題，不管是學生還是家長，我都足順利的安尼。但是如果我拄着一寡較有狀況的，不管是老師還是家長，安尼我的教學內底都會拄着這個狀況的。另外一個是我其實拄仔聽黃老師咧講，伊講到一個物件，我是感覺講，咱即擺的學校內底，咱的教室內底，我印象中是無啦，我毋知影。即擺的教室內底應該去全面攏愛裝即種監視器，還是講即種攝影機啦？你無一定是監視器咧，攝影機即種，因為足儕狀況是因為咱遮個調查委員因攏要去調查所有的真相，較以咱拄仔黃主持人講的，就是講咱要去調解遮個代志嘛。如果你有所本，不管是對學生還是老師來講，攏是保護家己的方式。當然，因為如果你無即種咱講的，拄仔咧一直咧強調講第三方嘛。但是我為什麼會講攝影機，也是講即個監視器，是因為講迄度有一個較客觀的證據，講我即馬若是咧教室內底講發生啥物款的代志。當然，這需要足儕機制，包括講拄仔講的，講你資源愛投入去，就親像咱較早學生團體，還是講家長團體咧爭取講，逐班攏有冷氣這件代志。安尼是毋是講咱用較科技，較咱這硬體先去甲改善了後，軟體咱嘛愛來改善。比如講拄仔因有講的，講家長的責任、學生的輔導。甚至是去增加講學校內底輔導人力，包括以我做一個學生，較早是就是講離學生迄個較近的一個少年人的想法。我的想法是，咱愛去增加的，就是講對我拄仔講的，對教師的遮個輔導、遮個支持，包括家長講有一寡就是講去要求伊的責任。但是我嘛想要。就是各講一件代志是，但是有的狀況是迄種家庭伊是即種高風險的，安尼這都是愛強化我拄仔講的，講你對學生的輔導，你愛去爭取，愛去防範講遮學生有一寡狀況，包括這甲拄仔理事長咧講的，就是增加人力有一個足大的關係。就是雖然咱毋是講所有的代志攏是開錢會當解決的。但是嘛，定定有人咧講嘛，就是你錢有法度解決的問題，攏毋是問題。所以上大的代志是，咱的政府愛去增加資源，去重視教育嘛。所以只要家遮的資源願意投資落去，咱的學生有更較好的受教的環境，咱的老師有更較敢去教遮的學生，安尼你就袂有遮濟風險，互老師冒遮的風險。我即擺聽起來，我的感覺是。雞生兩生雞啦，安怎講呢？就即馬真濟人，你是安怎有代課工會、代課老師的工會，就是正職的老師就人都欠員欠家，大家無愛做老師嘛。大家無愛做老師，如何要互大家要增加老師，要互老師有信心，對着學生囡仔有愛心，當務之急。老師，你認為？我認為要修法。韓國已經做好阮看，我覺得可以去取經啊。因為我們的教育背景，其實我們的文化背景很類似。那為什麼韓國會這樣做？那台灣也出現了這樣子類似的警訊，去學習韓國怎麼做。韓國在2023年他修的一個法叫做《教員地位法》，裡面最重要的一個第4點，我先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濫訴的這個過程，假設我投訴他沒有成立的過程。那個家長要付錢，他要付這些的費用。他填完，嘿，他要付這個費用。我們在告人，就是在我們的司法訴訟的過程當中，前面在民事都有一個民事調解，就是有一個民事調解。那我覺得可以先調解嘛，就是剛剛主持人說了，我們先來調解的，看要不要
進入到訴訟的程序，因為訴訟後會有成本。可是現在家長可以一直投訴的原因就是什麼？他投訴不用成本，他就算我就算真的知道事實沒有，我就是整你，我讓你必須在這過程痛苦結束。我都講真的啊，我們告人是惡意的誣告罪的制衡，但現在這個校事會議的過程當中是沒有制衡。那韓國有做了，韓國已經在做，要去做那個你必須要有成本。那我覺得台灣應該也要朝這個方向去學習，跟去保護老師。這個社會的修法已經是這個社會這個面向啊，不管是道德啦、法律啦。